你这是在当众羞辱我！说过了，这荷包不是我送的，此事我不会外传。要是有人知道，我帮你灭口就好了。竟然那么迫不及待的与我相见，来吧，来什么？装什么？开始吧。不是，我们这个进展是不是有点太快了？而且这是在国子监的教场。对啊，这地方不是你选的吗？够宽敞，刚好不会局限于我。赶紧的，我还有好多事情。不是。虽然你很仰慕我，可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拜个堂，再下个聘礼？为何不躲啊？你要谋害心腹啊！你刚刚说拜堂什么陈静，你在说什么胡话啊？这个荷包不是你送给我表明心意的吗？我的荷包怎么在你这儿啊？有人偷偷的把它放进我的抽屉，不是你放的，还是鬼放的呀？是哪个混账东西？哎，你干嘛？什么混不混账的？我不许你这样作践自己。虽说我妍妍暂时还不想成婚，可是看你如此的钟情于我，桑爹又是一位盖世英雄。这门婚事啊，我应下了。妍妍，此事是个误会，我有急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干什么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松开！你耍我呢？荷包是说送就送的吗？你这是在当众羞辱我！说过了，这荷包不是我送的。再说了，此事我不会外传。要是有人知道，我帮你灭口就好了。严小郎，你也有今天。就是三姐，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别走！三姐，你给我等着！不，